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今天我们可以开始跟大家分享仁波切的另一本著作。那这本著作呢，英文名字是 Peace， 中文名同名的中文书是完全一样的中文书呢，叫宁静。那这本书其实是仁波切大概在那出版时间应该是2012年左右。那最初第一版可能是2010年吧。那这是个重新编辑过的。我记得这本书是我刚刚加入客家团体，就是全职加入客家团体不久后的第一个有份参与翻译的一本书。那我从这本书里面呢，其实算是怎么说呢，收获相当多。其实它扩展了我对佛法的视野，就是说让我对佛法一个全新的认识，让我看到佛法是如何能够很灵活的，非常怎么说呢，能有效的在生活中好好就能够被应用出来。而且让我惊讶的是，其实佛法它并不比一般的心灵鸡汤来的逊色，而且它反而其实应该说，很多人对心灵鸡汤或者一些激励课程之类的东西趋之若鹜。那其实你深入来看的话，佛法所包含的内容呢，是更加广大精深的，是非常深入的，而且能应用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那这本书其实我自从参与了就是他的一些翻译工作之后呢，我就常常大力向大家身边的人推荐。那如果你认真的好好的去阅读这本书，并将它就是套在生活中使用的话，你将会获益良多。那这是一本值得一看再看的书。其实佛法书都是这样子，如果能够你怎么说，你真正去实践过后，你再重新就是可能1年过后再重新回去看的话，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内容。这本书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些内容，这是它的content。那首先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有包括它的前言啦，这些我们就不特别说了，就介绍一下仁波切的一些简短的生平啦，还有编辑的话啦。那整本书总共分成7个部分，那7个部分呢，它都有一些怎么说呢，一些特定的书名，比如说宁静始于什么，宁静来自于什么，宁静包含了什么，宁静转化了什么，宁静跟无关于什么东西，或者宁静带给我们什么东西，以及最终第7章呢是宁静的终极回报，终极的回报。所以这是这本书的一种编排方式。那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就我不特别去深入介绍这个就是它的就是它的摘要了，它的目录吧。那我们直接会进入这本书的内容。好的，那我们偶尔就是时不时可能回来这个目录页来看看它这本书的编排方式。其实这些这本书的内容，它并不是仁波切在某一次特定的一个佛法分享上就是分享出来的内容。其实这是一个编辑，就是汇集了仁波切好几个佛法开示的内容编辑出来的一本书。那很多人读过这本书过后都觉得其实对他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希望如果就是您听了一些内容，你觉得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去请购这本书回去好好看。好，我们现在从第一部分的就是这第一部分的第1章开始，这是第1章第1节吧，我们用第1章。那第1章呢，它的标题是宁静始于什么？那顾名思义嘛，宁静来自于什么？从那里宁静，就是我们从那里可以得到宁静。Peace begins with the people you live with. The real practice right now for all of us is to bring incredible harmony to every single person who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us. 那这个呢，首先说是宁静始于什么？宁静始于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他的
中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宁静始于那些跟我们共处的人。他讲真正的目前呢，真正的修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的修持是什么？真正的修持呢，是把和谐带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真正的修持，那我们这个我们要真正要其实需要好好去想一想这个内容了。它来自于把和谐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这听起来非常似乎很容易，但其实并不容易。你想想，不说你要把和谐带给每一个人，那有些时候其实你自己本身也身不由己的就制造了扮演了一个破坏和谐的一个角色。就比如说有人激怒你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受不了了，你就反唇相讥啊，或者是你就展开一些报复行动了，那其实你就是在破坏和谐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对自己的行为啊，自己的想法要特别警惕的。那从一开始呢，我就说 I want you to be fanatical about yourself, your min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you love and with everyone around you. That is what Dharma is about. Dharma is a love, harmony, and the greater understanding that a wife and a husband feel for each other. It is when there are fewer arguments between a wife and a husband, between cousins, between siblings,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t brings people closer together. Temporarily, Dharma may look like it separates family or takes you away from the people you love, but I promise you that in the end, Dharma will bring everyone closer together. Nothing in the Buddha's teaching talks about breaking people up. Dharma always encourages us to love other people, to forgive our enemies, to live harmoniously with our partners, and to create more peace. It has never ever taught anything else. 好，我们先跟大家就分享解释一下这前面的三段的意思。那仁波切一开始就是说，我要你对自己本身是全情投入，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是全情投入的，是疯狂，就是疯狂的 fanatical 其实可以用疯狂这样子的字眼，但是用中文我们用疯狂可能有一点不太那么恰当，那就是说我们要全情投入，非常热情的去爱自己，去珍爱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那他说爱什么东西呢？他讲要爱你的心识，爱你的思维，爱你跟身边你爱的人的关系，跟每一个人的关系。他讲这个呢，其实就是佛法。第一段，仁波切说他要每一个人全心全意的去热爱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爱自己本身的想法，爱自己和心爱的人，甚至是跟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他说佛法所要说的呢，就是这些。那佛法所讲的东西，其实就是爱跟和谐。那什么是爱跟和谐呢？那是当夫妻之间，的沟通，就是他们之间的争执减少，或者是表兄弟之间争执减少，或者兄弟姐妹之间，或者是孩子跟父母之间，当他们的争执减少的那一刻，或者当妻子跟丈夫突然间觉得能够很好的沟通的那一刻开始，那其实就是佛法。佛法是把人就是拉在一起的。佛法所围绕的就是爱跟和谐而已。那佛法呢，其实是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拉得更紧密的。短期看来呢，他讲佛法也许会让你觉得他把你跟你的家人分开了，短期从短时间来看，那可能因为你要花时间去修习佛法啦，你可能要投入一些就是佛法工作啦，你没有太多时间，可能在工作之余你要投入这样子的时间的话，你就会减少跟家人共处的时间啦。他看起来似乎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有些时候你工作你必须跟你心爱的人暂时的短暂的分开一段时间啦。
虽然它似乎看起来好像是让你跟你心爱的人有一种必须分开的，是减少相处的机会的一种错觉，但是仁波切说他保证佛法呢，最终他将会把每一段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变得更加和谐。因为其实佛法的本意，我们讲佛法讲的是爱与和谐嘛，所以佛法的本意它是从来不会去说死任何人分开的。那相反的，其实佛法总是会鼓励我们更懂得去关爱其他人啊，去宽恕其他人啊，甚至宽恕我们的情人啦，跟我们的去宽恕我们的敌人，然后跟我们的父母能够更和谐的相处，能制造更多的宁静。佛法讲的就是这些，佛法没有他除了这些之外，他没有讲其他的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讲的每一次讲佛法嘛，就是利他，就要去成就他人啊，将胜利奉献给他人啊，或者是希望说将众生都带离这个解脱这个轮回啊。其实这些就是一种爱的表现，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他人的去付出的这种表现。其实佛法讲的就是这些，爱啊、付出啊、和谐啊，就是这些。但是想起来是很简单，似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付出而已，其实并不完全这个样子。你要明白它背后是什么意思。你要明白，我们自己以为的付出本身，其实有些时候并不真的是付出，我们有很多的投射。所以佛法真正说的，其实它是让我们很深入的去看清楚我们的心识、我们的思维这种运作方式，让我们不再欺骗自己，然后就再从一种清醒的一种角度下呢，就是不围绕自己以不围绕自己为发心的一种角度呢，去纯然的去理会他人。那这就是佛法。Please do not think that Buddha does not want people to have families and be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we love. Buddha is not trying to turn everyone into monks and nuns. That may have been the predominant method and practice during Buddha's time, about 2,500 years ago. But the situation and times have now changed. Buddha set forth different teachings for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hich would better suit the people at a particular moment. The 21st century is not a time for monasticism and holding vows. To be a monk or nun, for those who can and want to do so now, is certainly incredible and beautiful. But the main Buddhist teachings at this time are about creating inner and outer peace, because peace is very important to all of us, within and without. Right now, we may be able to do anything. We may not be able to do anything about things happening on the outside, but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what is within, here and around us. 那这一段比较长，所以我就直接就跟大家分享。他讲，请不要以为佛就很多人会误解，认为佛教其实就是要人家出家，就是要让人家不拥有家庭，等等的。这些是一种我们一般的一种错误的看法。不要以为佛陀反对大家建立家庭或跟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其实佛陀并不会企图要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圣人或者是圣尼的。他讲，也许在过去，就是在佛陀的那一个年代，就是2600年前，那当时的情况也许是这样子，但是时代变了，佛陀也一早就已经预见了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他会根据每一个时代呢，就会制定或者是设计了不同的一种教法。这个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佛教一进入佛教或者是修持佛法呢，就是要出家，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佛陀其实一早就明白了，我们现代人的执着是非常非常强的，其实他也不会勉强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出家之类，虽然那是最好的方法。那要讲这个21世纪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很适合就让人们到寺院啊去出家去持戒的时代了。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也会看到就很多现代的仁波切吧，那很多他们也是以一种在家人的身份来实现的。所以如果说，当然最理想的，如果有人立志要出家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的。那但是其实佛陀因为他明白，所以他也不会特别给这个时代灌输这样子的一种教诲，所以这并不是21世纪呢，佛陀并不会特别要求每一个人都出家。那今天的我们呢，其实更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宁静。佛陀所教的一切呢，就是让我们去学会去创造这样子的一份宁静，是内在的宁静或者外在的宁静。那要改变外在的环境，可能不是我们目前所做得到的，但是我们有怎么说呢？我们能够做到的呢，是去改变自己的内心和身边的一切，从内心逐渐开始改变了内心呢，就可能会影响身边的情况，那逐渐的在影响更多的人。所以21世纪的佛教呢，并不是一个特别鼓励人家非出家不可的佛教，它更着重的呢，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怎么说，是一种修心的一个过程。Today, Dharma is about creating beautiful,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eople around us, to forgive the wrongs that others have done to us, and to forgive ourselves also for the wrongs we have done. Then we move on to becoming happy, light, carefree individuals who can bring this light to other people. We must realize that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is only for a very, very short tim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our lives are the people who care about us.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have loyalty, stay with us, and have been by our side through all our bad habits, bad temper, bad words, and anger. It is these people who have stayed with us over time, who are important. In the end, we might lose everything except these people. 好，那他说，今天的佛法呢，主要是教我们怎么去跟身边的人建立更美好的一种关系。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学会怎么去宽恕他人或者和自己的过错。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变得更加快乐，更加轻松和自在。然后呢，才能够去怎么说呢？照亮其他人。那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呢，它的期限都是非常短的。我们只拥有它这个短暂的时间而已。而最重要，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呢，其实都是那些真正爱我们、在乎我们的人。那这些人呢，对我们非常的忠诚，长期在我们待在我们身边。就是忍受我们种种的恶习啦、坏脾气啦、我们的恶语啦、我们的愤怒啊等等。但是这些人呢，这些就是跟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度过的人呢，这些人才是最重要的。到了最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失去了，就剩下的就是这些身边真正在乎我们的人。We may have had a lot of bad experiences with some of these people, but it does not have to remain this way forever. We can change it, and this change begins with very small steps in whatever you are already doing. It is not something monumental and unachievable. If you have one less arguments with your partner, that is Dharma. If you have one less attachment, that is Dharma. If you control your anger once a day, that is Dharma. If you forgive your partner, that is Dharma. That is what Dharma is. It's about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这一段呢说，我们这一生中其实最宝贵的、最珍贵的，其实莫过于那些关心我们的人，那也就是那些长期就无怨无悔的待在我们陪伴在我们身边，默默的去忍受我们的各种坏习惯啊，我们的臭脾气啊，或者是接受我们辱骂的人。而这些呢，始终对我们都不离不弃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到了最后，我们可能什么都将失去了，那他们呢，还是在我们身边的。We may have had a lot of bad experience with some of these people, but it does not have to remain this way forever. We can change it, and this change begins with very small steps in whatever you are already doing. It's not something monumental and unachievable. If you have one less argument with a partner, that is Dharma. If you have one less attachment, that is Dharma. If you control your anger once a day, that is Dharma. If you forgive your partner, that is Dharma. That is what Dharma is. It is about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这样，我们也许跟某一些人有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但是并不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绝对有能力去改变这种情况的。而这往往呢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开始。你每减少一次跟你的伴侣争吵，那就是佛法；每放下一项执着的话，那就是佛法；每少发一次脾气的话，那就是佛法；你每宽恕自己别人一次的话呢，那也是佛法。那佛法的重点呢，就是要把人跟人，就是把人都比较拉在一起。佛法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近。Dharma is about harmony, love, care, and forgivenes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must learn to do is to let go. Each one of us have very, very strong attachments that have created some form of disharmony within our families, with our husbands, wives, children, friends, or business partners. The disharmony can arise from only a few things, just as illnesses and diseases arise as a result of only a few causes. Generally, if we know the cause of the illness, we can begin to treat it. In the same way, there are only a few things which can cause disharmony within our families or with the people we love: dishonesty, anger towards our partner and not letting them win an argument, greed or miserliness. It could be because we constantly take advantage of our partners or make them pay and take care of us and we don't even know it. 那刚才讲到这一次，佛法讲的其实就是和谐、爱跟关怀。那我们要学会放下，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己的执着。那当我们强烈的去执着于自己的执着的时候，那往往就是导致我们不和的一个原因。所以很多时候起因呢，往往只是一些很小的事情而已。那就像疾病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很小的病因一样。所以一般上只要发现病因的话呢，我们就会找到治疗的方案。那同样的，那些导致我们跟他人不和的原因呢，很多时候只不过一些小小的事情而已。比如说欺骗啊，比如说我们坏脾气啦、不认输啊、很贪婪或者吝啬等。这有可能呢，是我们长久以来就一直都把我们的伴侣啊的身边的人的付出和照顾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后果。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其实甚至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We need to really look back at our lives and ask ourselves what is left for us. Just death and perhaps a few people around us who will support us, love us and take care of us. 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to start doing what we found difficult to do with our partners and friends before.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been having arguments with your wife, you should stop thinking, why is my wife like that? And start to think instead, why do I react to my wife like that? And let go and change yourself. After all, your wife is not going to be a Buddha overnight. 那这两段呢说，就是说我们其实很有必要去认真去检讨一下自己的生活，那很认真的去扪心自问，我们生命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对有些人来说呢，生命中在等待他的，也许只不过是死亡而已。有些人可能运气比较好，身边还有一些人愿意去支持他、爱他和照顾他。所以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其实就是改变自己。开始去做一些以往我们可能不愿意或不愿意为朋友或者伴侣去做的事情。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常常跟妻子吵架的话，那你应该停止习惯性的一种想法和反应。那比如说最常有的一些反应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讲，为什么他总是这样子的？那如果当你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反过来经历，你应该去思考，为什么我会对自己本身的妻子做出这样子的反应？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改变自己，先把有什么事情的话，先检讨自己，而不是直接矛头指向对方。那再怎么说呢？如果说我们的问题总是在想着，怎么别人会这个样子，别人会怎么样子？那事实上，那就是他。所以你要想的是你自己本身应该怎么去改变，怎么来改善整个情况。因为你毕竟总不可能是期待身边的人或者是对方一夜之间就成佛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For now, it would be unhelpful for us to talk about world peace, karma, enlightenment, future lives, etc. Instead, we should just talk about right now and how much harmony we can bring into our lives and our families. If we are going to pray for and benefit the world, we should begin with the people we live with. We should treasure the people who we are with. I've given you the example of a wife or husband, but you can apply that same teachings to children. Children should apply the teachings to other parents and siblings. 那就目前来说呢，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呢，还不是讨论什么世界和平了，或者是讨论因果业力了，或者正悟等等，或者来世等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那一个阶段。不是说与其去做这在空谈那么遥远那么崇高的一些理想的话，那不如我们把目标就锁定在现在，在当下，就先看看我们能够为自己的生命和家庭去做些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想为世界祈福的话，也有意要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其实是先从改善与身边的人的关系做起，要学会好好去珍惜身边的人。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还是没有办法把这第一章的第一个部分第一节介绍完毕的。那我们会在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那在结束之前呢，跟以往一样，我们这里先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心灵安置师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子相属二之矣。祈愿上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世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慧教法聚光照三业，众生未尽其心恒常住。那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